講到這中聯油脂所生產的油有問題，本地講是1300噸，不過這中盤業者泰山另外擱再通報有一批講嘛是有問題油，同款也是對中聯來的有1300噸，目前安尼先加起來就2600噸咯。除了這台中地檢署去到這件案件相關的公司調資料以外，也有約談這中聯的總經理到案說明。另外，消署今仔日也會同這彰化縣的衛生局去到泰山現場稽查，那行政院長對應台下令，針對中聯4月到6月油擴大落價，協調下游廠商辦理消費者的退費。另外呢，也要求這衛福部就要啟動是按法修法，防止管理的漏棚。中聯油脂問題油繼續調查，本來測到問題油有1300噸。台中地檢署去中聯相關公司調閱資料，佮約談中聯公司4月總經理等被告到案，專案持續調查源頭甲買手的業者，查清楚相關人員的責任。加問題油集中銷毀，中聯中總業者泰山，佮通報新增加一批有疑慮的產品，來源原來是中聯，而且是另外一批超過1300噸的油。面對問題油恐驚約有2600噸，消署會同彰化縣衛生局到泰山現場稽查查清楚。在釐清問題根源，完全獲得改善之前，中聯公司停工沒有期限。衛福部公布中聯油案的時間，起因是南橋自主產檢5月13發現超過標準，復修6月70接到南橋驗出無合格，嘛無通報。中聯隔一天接到復修通知，買站業者反映產品檢驗無合格，中聯嘛無通報，一路拖到6月30，中聯泰山才自主通報。7月1至2復修服務南橋嘛做會通報。7月7泰山通報，還有一批問題油。在中聯的製造油品裡面呢，4月跟5月都分別出現有不合規的產品。那有問題油攏落落來，中聯4月至6月生產的油，政府嘛以風險全部落落來。不過有地方政府關心，什麼時陣會當個賣？其他的油品批次在中聯的部分也是都進行預防性下架，這樣子能夠確保明天中午過後所有的產品都是安全的。有出席的副市長，那麼來詢問何時上架的問題。記得是桃園跟台中。若是消費者權益部分，中央甲地方會協助消費者甲消保團體合作，做團體訴訟，也會協助買站的業者放寬認定，快速辦理退貨。另外，對陽台指示衛福部啟動10按法的修法，消除不法業者隱瞞甲違規。行政院政委陳時中認為，這屆問題是自主管理失靈，廠商隱瞞。立法院國民黨團批評政府10按政策失敗，要求全面公布問題油的流向、受影響的業者甲產品。請問行政院長，為什麼第一時間沒有要求全面清查？為什麼第一時間沒有要求完整公布？它有沒有所謂的共犯結構？如果今天上游的油品有問題，交給下游的時候，請問下游發現有問題，敢揭發嗎？敢指控嗎？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是去北檢申告，指控政府為事先的判定失靈到過程疏忽職責，讓廠商拖延隱瞞48天，還就總量強制講涉嫌瀆職，嘛要求行政院長倒應台落台負責。總統賴清德愛向國人回釋的。記者採訪報道。